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其中一個行程就係參觀大興善寺，佢喺個市中心入邊嘅，附近呢都有好多商場同埋食店。如果你半日遊嘅話，都唔錯㗎。大興善寺係佛教八宗之一密宗嘅祖庭，佢係隋唐朝代嘅皇家寺院，亦都係西安現存歷史最悠久嘅寺廟之一。Let's go！入到廟呢，佢會每人派3支香，呢個係免費嘅。我太興奮啦，唔記得揸住咗3支香遮住咗個鏡頭，大家唔好介意啊！一入到去，一直行就會見到一個法物流通處，就係呢個廟宇出嘅聖物啦。佢哋出嘅聖物都好多款，好多人買㗎，我哋都去睇下先。少了那个，这是同的是吧？同的，多少錢這個？我哋快咗先。你那個啥？有啥？撈一起，不是撈一起了。請問這個會掉顏色嗎？我一起吃。這是一個重鎏金的，重鎏金，這個純銀。這個也是嗎？對，哪個會不太掉顏色？重鎏金的這個，不知道，因為我也沒戴過。它是一種法器嘛。法器。試試。有啲重啊。係啊，係有啲重啊。一樣喎重啊。要令面定唔令面？令面。我覺得就令面啫。係啊。合理啦。好似用到個合理啊。笛中笛喎，毛筆嚟㗎。唔係佛嚟㗎，好似觀音咯。我好神秘喎呢個。呢個係保平安辟邪嘅咯，呢個。我哋點咗香先啦。前面呢個係五方佛，我想點大黑天嘅就唔知喺邊。係啊，點咗先，呢度就咁啫喎。冇帶喺身添，你快啲拎。我去捐下啦。我要吃這個圓圓。我聽一陣嗰個捐牙片係幾多錢？睇唔到。已經掉了牙。好，可以換的。已經不見了。捐牙片是多少錢？捐瓦500。500。考一下。
嚟呢個寺廟呢，我哋主要想拜一拜大黑天財神嘅，因為一啲密宗型嘅寺院呢，先會有大黑天嘅。其實成個寺廟呢，周圍都有一啲法物流通處嘅，而前面呢一間呢都係啦。咁我哋又準備入去睇下啦。見到大黑天啊！係啊，但係未見過。就係呢個寺廟嘅大黑天財神呢，都係好出名㗎，所以呢，呢個寺廟主要推出嘅聖物呢，就係大黑天嘅法器錘仔啦。嚟到呢度一定要買返一個錘仔返去啊！我哋又入去睇下先。呢個叫做大黑天啊嘛。呢個法物流通處呢，都有好多唔同嘅產品，又有供奉型啦，又有手鏈啦，又有頸鏈啦，有吊墜啦，又有戒指啦，好多款，所以都好多人啊！抽签你要拜佛还是？大亨总共是243是吗？哦。对，每一个数字的颜色代表大雄宝殿光佛的加持。人家要求学业，我就给人家。即係頭先爸爸那就他俩，还有竹节，是的，绿色还有竹节类的。睇下呢，老大已經開始心動啦。咁佢而家呢，就喺度掙扎緊，要18紙啊，定係香灰琉璃好？最後佢都係選擇咗要18紙，因為18紙嘅意思呢都好好㗎，好似要乜有乜咁，基本上有健康啊、財富啊、智慧都有嘅。不會上說了嗎？這個是150的。平嘢得。你中要？自己看唄。我哋仲未揾到大黑天，但係個電話個相機已經冇乜電啦。我哋影相補救啦。最後我哋梗係又揾到大黑天啦，真係不枉此行啦！我哋仲去埋其他店嗰度拜拜添，希望今年順利啦！都祝睇緊呢條片嘅你順利利。好，睇咗我哋呢條片，記得點讚同分享，仲有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